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1章。约书亚死了后，以色列人请问上主讲：阮倒一个支族着先去攻打迦南人？上主讲：犹大支族先去，我已经将迄个地交伫因的手。犹大人对因的亲族西面人讲：请恁甲阮做伙去阮抽到的土地，甲迦南人交战。阮嘛会安尼甲恁去恁抽到的地做伙交战。西面人就甲因做伙去。犹大人就出战，上主将迦南人甲比利洗人交伫因的手，因伫比色杀死10000人。因伫比色拄着阿多尼比色，甲伊交战，杀赢迦南人甲比利洗人。阿多尼比色逃走，因追入伊，甲伊掠着，斩断伊的手甲伊的骹的大头拇。阿多尼比色讲：以前有70个王，骹手的大头拇拢互我斩起来，伫我的桌骹捡食物，等上帝照我所做报应我。犹大人带伊去耶路撒冷，伊就死伫遐。犹大人攻取耶路撒冷，用刀杀死城内的人，搁放火烧城。后来，因搁落去攻打住伫山区尼吉夫甲山坡的迦南人。犹大人搁攻打遐个住伫希伯伦的迦南人，杀死士师阿基曼、达麦、希伯伦以前叫做基列阿巴。犹大人对遐去攻击底壁的住民，底壁以前叫做基列西弗。甲你讲，什么人攻取基列西弗，我就将我的查某囝押杀，互伊做某。迦勒的小弟基拉斯的囝俄多列攻取这个城，迦勒就将查某囝押杀，互伊做某。押杀出嫁迄日，俄多列叫伊着甲伊的老爸讨一区园。押杀对女仔落来，迦勒问伊讲：你要爱什么？押杀讲：请你互我一份礼物。你有互我一块南平的大地，请搁互我水泉。迦勒就将顶下2个水泉拢互伊。摩西的丈人是基尼人，伊的后代甲犹大的后代对樟树城耶利哥，做伙去阿拉德南平犹大的旷野，甲遐的人做伙住。犹大人甲因的亲族西面人做伙打败住伫西法的迦南人，将城完全毁灭。迄城就叫做何尼玛。犹大人搁攻取加萨、阿什基伦、以吉伦甲因周围的土地。上主甲犹大人同在，因就占领山区。毋过，因袂当甲住伫沿海边地的住民赶出去，因为遐人有铁的战车。因照摩西的吩咐，将希伯伦互迦勒，伊就对遐赶出阿拉后代3个族。便雅悯人无将亚布斯人对耶路撒冷赶出去，因就甲便雅悯人做伙住伫耶路撒冷，直到今仔日。约瑟家就是
以法莲甲马拉西两个支族攻打伯特利，上主甲因同在。因派人去探查伯特利，迄个城以前叫做罗斯。侦探看到一个人对城内出来，就对伊讲：“请甲阮讲，要安怎入这个城，阮会好好啊对待你。”迄个人就报因入城的路，因杀死城内的居民，就放迄个人甲伊全家。迄个人去迄人的地区，去一座城，甲伊号名叫做罗斯。到今仔日，这个城还叫这个名。马西人无赶出毕先、塔纳、多尼、以伯莲、米吉多甲这个城附近庄舍的居民。甘人坚持继续住伫这个所在。以色列人强盛的时，就互迦南人做苦工，无全部甲因赶走。以法莲人无甲住伫基色的迦南人赶出去，迦南人继续甲因住伫基色。西布伦人无甲住伫基伦甲拿合拉的人赶出去，迦南人继续甲因做伙住，做苦工。亚瑟人无赶出亚科、西顿、亚希拉、亚吉色、希巴、亚弗吉甲利合的居民。亚瑟人甲迦南人做伙住，无甲因赶走。拿弗他利人无赶出伯示麦甲伯阿纳的居民，因甲迄所在的迦南人做伙住，毋过伯示麦甲伯阿纳的居民拢为因做苦工。阿摩利人强迫但的人住伫山区，不准因落去平原。阿摩利人继续住伫希列斯山、阿尼伦甲沙宾。约瑟家强盛的时，就互因做苦工。阿摩利人的地界对阿克拉宾山坪到西拉北平。